阿尼玛钦，阿尼玛钦，责任为谁？28，羊里面有献给护法神的羊，马里面有献给护法神的马，牦牛里面有献给护法神的牦牛。牧人从中选出最好的，为的是得到羊的福泽。今天这吉祥的美牦牛是供奉于你的贡品，请将羊降至这里，请不要让羊的桩倒下，请看护羊，不要让它衰竭。如此举行了奉献的仪轨，给选中的羊、马和牦牛系上哈达，就与别的羊、马和牦牛不一样了。从此获得放生的幸运，除了自家人，外人不能用，不然会有灾祸殃及。29，羊毡帽叫香盖尔，阿尼玛钦戴的就是一顶羊毡帽，白的色，尖的顶，宽的沿。据说现在已无人会做。他的衣袍是羊毛做的，靴子也是羊毛做的，就像牧人的穿戴一样。他的性格也像牧人，喜怒哀乐，爱恨情仇，有妻子，有心肝，抢过本已许给牧人的女子，是山神年保玉泽的女儿。于是决斗，他被砍伤，跑到马曲去洗血迹。他又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，亲切威严，爱管闲事，喜欢跟牧人们聊天喝茶，牧人们也跟他倾诉心声，分别时会高喊一声瓜真切啊马钦。他就是那手持木鞭骑野牦牛的牧人，满山游牧着，随心所欲着。后来变成了菩萨，肉也不吃了，牙齿变得雪白，坏脾气更是消失了。其实我只想要一顶他那样的羊毡帽。30，马钦我日，马钦波日，马念波日，马杰波日，马杰刚日，马日让中，最后才是阿尼玛钦，是家乡神，是保护神，是战神，是护法神，是护藏神，最后是十地菩萨。研究者说，旧名字的消失，伴随的是有关这一古老地质民间记忆的丧失。